亦都入埋啦。頭場賽事高多芬一嚟，起步嘅時候都平排躍出，比較快少少咧。雅典大衛啦，入邊方面咧特派王出閘亦都順利啊，相當之快添。外邊康登之進啦，然之後咧就雅典大衛而家拖翻住落去嘅啫，因為拍住出邊咧就係隻環球紀錄啊。再出邊係寶鑽經銷啦，內檔方面咧就妙曲保期嗱聲上翻嚟咯，見到隻逐客令咧就守翻住個第4啦，後一格啦先再見到一級競逐唔夠快啊，暫時個尾5到㗎。尾4位置係寶鑽經銷，尾3位置名戰堡壘，暫時殿後一隊咧分別係豪想小費啦同埋靈敏暢滑嚟㗎，佢哋前兩馬都超過6個馬位㗎啦，跑過600米嘅途程，前邊帶緊頭咧特派王啊，暫時係且佔且走，領先就半個身位，守住第2位環球紀錄啊，拍住第3位咧就逐客令嚟嘅。入邊方面啊，見到妙曲保期，再後一格咧黑帽嗰隻綿夢神嚟嘅，一個馬位後邊咧先見到康登之進啊，哇啲 kickback 都好犀利啊，有啲馬都褪㗎啦，一級競逐嗰啲都跟唔係得嘅幾好嘅啫，飛出去外邊啊，再出邊咧靈敏暢滑嗰啲比較後啲，名戰堡壘都墮得比較後㗎啦，縮咗喺後邊嘅雅典大衛嚟添，彎位就轉到一半階段啦，咁啊前邊帶緊頭咧依然見到就係特派王啊，開始上緊嚟咧逐客令啦，然之後就環球紀錄啊，內欄開始要騎㗎咯，妙曲保期啦，再出邊係綿夢神飛出去大外檔咧，仲有隻寶鑽經銷嚟嘅，入到嚟最後300米度，前邊啊走甩你㗎啦，呢匹特派王啊開始上緊嚟咧，見到就係逐客令啦，然之後妙曲保期再後少少咧先係綿夢神啊，同埋隻寶鑽經銷走唔走得甩啊？呢隻特派王，因為外邊上緊咧就係呢匹逐客令啊，逐客令話晒你跑過沙特杯啊，過終點之前逐客令啊過到隻特派王，特派王捱唔捱到第2咧？捱得到嘅，妙曲保期跑第3，跑第4名咧，睇下嗰隻寶鑽經銷吧。咁啊，1、2、3都冇懸念㗎啦，1、2、3幾嘅啫。好啦，咁啊蘇兆輝咁啊贏出今日我哋轉播嘅第一場賽事啊。不過如果9、第4就4大熱門。